天亮，他们却已经撑起了风雨滩。请大家自觉排队，保持1米间明明距。还在上大学，他们却志愿穿上了冲锋衣。明明已经到深夜，他们还在守夜。明明有理由休息，他们却坚持说我可以。明明是谁？当初心的号角吹响，答案已经不重要，因为人民至上。明明很辛苦，但他们一直在战斗。感谢每一位战役英雄。